但是即个平安，咱就是来练圣诗，圣诗第179首，阳光归伫圣父上帝。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阳光归伫圣父上帝，阳光归圣名上帝，阳光归伫圣神上帝，阳光归三位一体，阳光阳光阳光上帝，阳光照耀那万世。第2节。阳光归伫我来从西南吹我花树，阳光归伫秋来从大树吹我万里土，阳光阳光上帝，阳光主天蓝天际。是的，阳光归伫咱的上帝，哈利路亚，阿罗咱的主，哈利路亚，阿罗咱的主。这是咱搁来唱圣诗510首。温吞做工，无嫌劳苦。温吞做工，无嫌劳苦。我已来做天地甘听，这是我主生命的路，路应该为主来行。第2节。温吞做工，有他机会，你是爱我的万里的光，求让的光进我来做，专心地在路旁。对，咱就爱来传福音，和咱的亲情、咱的厝边，啊，搁咱的朋友，感谢主，和咱即马会使坐伫圣殿内底来学罗咱的主，咱就爱温困做工，咱就爱趁机会，因为爱抓着即个机会来甲咱周边的朋友来传福音。好，咱搁来唱圣诗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第1节。我爱学主的款式，爱我款上帝，以我温面面，常常温柔强力。我爱学主的款式，以我人我所料，高天的沙地，我爱最欢喜。第2节。我爱学主的款式，爱我一个阳光，虽然受了爱光，也不忘开了。我爱学主的款式，爱主那条树，最刚进我的梦，来归阳光无数。感谢主，我头拄仔其实真紧，因为我足容易紧张，佮容易出汗吼。啊，我甲上帝讲，上帝啊，我今仔莫紧张吼。结果我一落去楼骹便所，有一个姊妹就过来甲我抱掉的，我就感觉哦，真感动吼。
这个感谢主吼，咱上尾咱来唱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脚己来行，恳求你甲我他是我的眼看的是正，在我哪里追求你改变，我的我中最高调，对谁做心内容，这是我的心的前方。我来唱一遍。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脚起来行，恳求你甲我他是我的眼看的是正，在我哪里追求你改变。我的我中最高调，对谁做心内容，这是我人生的前方。哈利路亚！咱这是咱三角斗阵来祈祷。哈利路亚！阿罗咱的上帝，上帝耶和华，你是阮的上帝。阮的好处无你的外面，主啊，你留下所有的福气，合讲教会每一个会友。主啊，你来祝福今仔日阮的敬拜，阮要来敬拜你，阮要来学罗你，求你来教我顿亚新学生伊的喙，甲伊所讲的拢会使拢神益人。哦，甲阮所听的拢来遵探你的教示，甲你的命令。哦，主啊。你是遐尼荣耀，主啊，阮要来感谢你。哦，你来医治阮每一个会友，若有病痛的，求你来医治因的心灵，因的病痛。求你即时互阮开喙，阮要来学罗你的名，我们来感谢你所有的恩典。主啊，感谢你，求你祝福阮今仔日所有的敬拜。安尼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兄弟姊妹平安，请咱即马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
我考劝你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我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我合意的敬拜。请人三角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179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请大家起立吟全首。这时，咱额头三角来祈祷。主耶稣基督，你赐福予阮，保护阮，你的面光照阮，赐恩予阮，予阮平安。主耶稣，阮三角伫遮，充满感谢感恩，因为你先疼阮，阮才会当彼此相疼。主耶稣，你是阮随时的帮赞，因为你陪阮渡过难关，阮才知影爱感谢你的保护、甲照顾。主耶稣基督，阮要做伙追求信仰道理，彼此造就，正做你宝贵的器具，来为主做工传福音。阮嘛要坐感谢你，予阮的恩赐，伫咧生活当中会当款待人，也会当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若是伫咧教会服侍的时阵，你也予阮享受其中的喜乐甲平安。求主圣灵充满伫咧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甲阮同行。学乐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来读启敏文第57篇。我是真的葡萄树，连伫我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要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献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就伫恁内面。咱若结真侪果子，
真正做我的门徒。请咱大家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510首，殷勤做工，无嫌劳苦，大家一日来吟全首。三角来强修上帝话，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20节到26节。伫大经厝内，毋但有金甲银，嘛有柴甲肥的器具，有的做油的，有的做醋的。咱若责尽家己，离开遐个粗俗的事，就会成做贵气的器具，圣化互主人用，通准备好势做各项好事。着避免少年人的私欲，家己用清气的心求叫主的人，做伙追求公义、信仰、仁爱甲和平。毋通有愚妄无知的辩论，你知，这个代志会引起冤家。主的仆人无应该冤家，着温和对待众人，熬教示，熬忍受，温柔劝解反对者，检采上帝会互伊悔改，捌真理。安尼，伊虽然已经互魔鬼掠去。顺坦伊的意思，嘛犹原会切误来脱离伊的罗网。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因要所吟的诗是《我愿奉献》。
这时邀请张敦雅新学生来讲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贵重的器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搁较一届来家己台语礼拜，做伙甲大家做伙礼拜。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是贵重的器具。我相信伫咱每一个人的厝内，拢有无共的材质去做器具。咱会用塑胶去做物件来做洗面的桶仔，摕灰仔来做碗来底饭来食，也是摕玻璃来做玻璃杯仔底水来啉。我捌去过一个朋友因兜，伊厝内放了足侪项用灰仔做的杯仔，伊是模仿宋代迄阵的窑，有官窑、哥窑、汝窑、甲钧窑去做的杯仔。这个灰仔真特别，伊外口是用一种叫做釉药去做的。一个杯仔就爱值3800块，这也毋是，这3800块是较普通的，伊有搁较贵的。伊甲我讲，这个杯仔啉起来的水会足甜的。果然，我摕迄个杯仔内底水，迄水啉起来就是甜的。毋知影是毋是我心内的作用，毋过啉起来就感觉亲像甲一般的水无共款。我摕迄个杯仔内底，伊互我啉的茶。迄个茶内底的色水是金的。伊甲我讲，伊即种杯仔是特别摕来要招待较无共、伊的较特别的朋友。虽然即个杯仔毋是金仔去做的，也毋过对我来讲，我感觉我真受尊荣。即个杯仔嘛，互我相信，我的朋友伊是摕好的茶来招待我。伫遮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这个器具的价值甲伊的用途，贵重的器具就爱用伫对的所在。譬如讲，这个足有价值的杯仔，嘛爱装有价值的茶，该安尼才会三角。若是凊彩摕茶做的，也是纸杯仔来啉一斤2000块的比赛茶，最近就国咧比赛茶。若是安尼，你会感觉啉起来亲像无感觉即个茶米的贵重。第二，贵重的金仔去做的器具，就会特别分特别去用做别种的用途去分别出来。第三，决定器具的价值甲伊的贵重，除了伊本身的材质以外，搁较有一个搁较重要的因素。就是伊是安怎互人使用的，互伊使用伊的人是谁，而且伊是用伫啥物款的迄种场所。有这个观念了后，咱要入起来今仔日的信息。保罗伫提摩太后书将信徒比作是器具，有做粗的路用，嘛有做幼的路用。是安怎保罗会安尼讲咧？到底粗的路用甲幼的路用差别伫倒位？咱要怎样才会当成做一个贵重的器具？今仔日咱会透过经文来搁较熟悉。咱首先大先，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互阮会当来到伫上帝的殿中敬拜你，毋管是伫线顶，也是来到伫教会，我相信主上帝，你今仔日要对阮讲话，求你的圣神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互阮会当听见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中的帮助，成做阮生命中要遵守一生要跑走的功课。求上帝你引带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免。咱要来讲，要来安怎判断一个器具的价值。第一个，咱要来看讲，你一个银仔做的器具，伊嘛有可能去用做是较粗的路用的哦。伫
伫大金厝内，因若是较好野的，因厝里应该有金仔还是银仔去做贵重的器具。以及一般的茶头做的，也是灰仔去做的器具。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有讲，保罗用大户人，就是保罗用大间厝内来表达上帝的厝教会。伫教会内底有金仔、有银仔，嘛有茶的，有灰仔的。伫贵重的有做油的路用的，有做粗的路用的。这是毋管你是安怎，你是出世你的背景是安怎，你是属金仔的，还是属伫茶的，还是灰仔的，这是毋管你是，就是无甲你的出身无啥物关系。若是有一个人有真好野，伊用金仔还是银仔去做眠床，还是去做椅仔来坐，你会感觉迄个椅仔坐起来，感觉亲像无互迄个金仔发挥着伊本身的一个价值，伊会变做敢若亲像软板凳、软床。第二个，安尼茶的物件去做，还是灰仔去做，是毋是有法度变做较贵重的物件咧？会。刷落来，保罗有讲，遮个贵重的物件，在伫这个大间厝内。有油的做油的用途的，有做粗的用途的。这毋是讲咱一生出世的一个身份地位，是出身较贵重的，还是较卑微的？因为哥林多前书讲，咱蒙召是有智慧的无济，有气力的、有能力的无济，有尊贵地位的嘛无济。颠倒是遐戆的、软弱的、卑贱的，还是一无所有的。你若摕一个大家拢知影约柜是啥物茶做的吼？叫做皂荚木。皂荚木伊面顶阁有镀一个金仔，上帝甲伊分别出来，诚做是神圣的器具所用。咱若去参观较有名的人的博物馆，伊所用过的物件，毋管是茶的做的，还是灰仔做的。伊只要伊用过，咱拢会感觉迄种物件就有价值的。所以呢，伫圣经内底新普及译本有讲，有贵重的器具的，还是卑贱的器具，翻译做贵重的器具是用伫较特别的所在，较无遐贵重的器具是用伫日常生活中的所在。然后讲，你若洁净家己。你就会诚做尊贵的器具，你的性命就会是洁净的。你嘛爱准备好去互上帝所用，去做逐项美善的事。莫去判断讲咱是属伫金仔，还是属伫银仔。较重要的是，咱是属贵重的，敢是咱的用途，敢是贵重的。亲像我拄则分享的，一个金仔做嘛有可能做一般无真特别的使用，若是茶做的咧。嘛有可能用伫足特别的所在，所以咱重要的是，咱敢有下伫主的心意去做，咱是敢有分别出来做上帝要做的工。过来，贵重的用途咧，伊的用途是要创啥？伊是分别出来，互上帝用。彼得前书第2章有讲，咱拢是尊贵的祭司。伫遮，所有属伫主的人，上帝拢予伊尊贵的身份。虽然讲，也毋过虽然有遮的身份，嘛无一定每一个人拢有会当互上帝交代重要的任务。所以咱就爱今仔日的经文就要来咱教示讲，咱就爱画出2个真重要的界面。第一就是咱爱脱离一切卑贱的事，而且爱离开少年人的私欲。第二就是爱追求遐一切同心追求上帝的人，会甲因同心去追求上帝。第一个脱离迄个卑贱的事，是较消极、较消极。保罗甲咱教讲，爱脱离卑贱的事，毒品少年人的私欲。卑贱的事，就是讲甲遐较无意义的争论，较无意义的话来争论，
也是讲世俗的空虚谈，也是偏离遐个真道，才会卑贱的事是咧讲遮个代志。少年人的需要是讲遐妨碍、就是基督徒追求较好，较追求上帝的代志。少年的需要是少年人成长的一部分。咱若有囡仔，拢知影少年人会伫生活中有较忤逆的代志啊，有较忤逆大人的事。遮讲的是，遮咧伫即个所在咧讲的是较无诚实的行为。譬如，遮有伊的原文有讲几个较就是亲像遮的举例，伊讲性方面的罪、冲动、傲慢，也是讲无节制的野心，遮的代志。少年人有可能会因为好奇，落来追求遮的事，互错误来受错误的教示来影响。咱爱注意的是，遮个代志毋单只有影响到青少年，嘛是心智较无成熟的人，咱拢有可能会受到遮个私欲的影响。所以，咱伫生活中毋但要遵守，毋但爱伫生活中躲避遮一切罪恶，阁爱学习去追求公义。伫遮想要甲大家分享我信主的故事。我以前的我是非常甲人冤家，嘛是爱甲大人应喙应舌，会忤逆我的爸母的一个囡仔。伫我细汉的时阵，爸母伫我国校3年就分开。分开了后，我就对我的阿爸转去到山顶，甲我的阿公阿嬷，就是鹿国迄个所在，甲因做伙住。伫遐的时阵，我的同学看到我，就讲：哦，你这个对都市来的囡仔，我要选你做班长，我要来甲你陷害。做班长较辛苦啊，袂当甲同学讲话啊，拢爱伫遐记遐无爱讲话的人。所以我就开始逐工照老师讲的话去甲遐的同学的名拢记落来。结果咧，同学敢有介意我？无介意我，因就感觉讲我这个乌鸦喙，拢爱甲老师斗。结果因就开始甲我掰贴，无爱吵我。我嘛毋是因为讲我真遵守遮个老师甲我交代的代志，所以我互同学讨厌，毋是。我嘛是一个足贱的囡仔，我会去买迄假迄种假蛇，要来甲人吓惊。我妈妈就甲我讲一句话，伊讲：你的人际关系都已经遮歹啊，你阁去买迄蛇甲人吓惊，安尼毋都阁较歹。所以我就是因为安尼，伫我国校的时阵是真无快乐。虽然我是伫基督徒的家庭大汉，也毋过我无讲真捌这位拯救我性命的耶稣。有一届我参加伫谢伟营地，普里谢伟，大家毋知有听过无？一个迄个营队，伫内底有一个牧师甲我祈祷，伊问我讲：敦雅，你要爱我甲你祈祷啥物？我甲伊讲，我妈妈无伫我身躯边，爸爸妈妈分开。第二个，我甲伊讲，我无朋友，我就开始哭，我就感觉讲，我是一个足卑贱的人，一点仔拢无贵重，一点仔拢就是感觉家己拢无啥物价值的人，所以我就安尼来到伊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牧师就开始为我祈祷。伊咧甲我祈祷的时阵，伊甲我讲2句话，伊甲我讲：囡仔，上帝讲你是伊的荣耀。第二，你爱去关心别人，你爱去为着公义的代志，你爱行出来。所以，我即马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咱真做是一个尊贵的器具的时阵，第一个是上帝要甲你分别出来，亲像上帝甲我讲，我是一个荣耀的器具，我是伊的荣耀。第二，伊爱我去追求公义，去追求甲人和平的代志。所以第二个是爱清气家己爱真做是一个合上帝所使用的人。就安尼，我到国中了后，我就开始有甲无共的同学共班。
我嘛开始有一个无共的人生，因为无甲以前遐讨厌我的同学做伙，我就开始去上帝，因为上帝先听我，上帝接纳我的性命，所以我就用一半的零用钱去买饮料，去请遐去互白贴的同学啉。渐渐我甲因诚做朋友，也毋过咱拢知影，你若要行公义，你着爱付上一寡代价嘛。我的代价就是我搁较一届无朋友啊，就是同学就开始感觉讲我拢甲伊做伙，所以就开始无爱甲我讲话。也毋过我煞交着一阵真交我真好，到即马拢有咧联络的朋友。所以第一个保罗咧讲，咱爱脱离遐私欲；第二个，咱爱追求清洁的清洁，追求自洁，爱追求遮好的代志。保罗咧讲，爱提摩太追求3个代志、4个代志。第一个是公义，第二个信实，第3个仁爱，第4个是和平。伫我的故事内底，相信大家有看到讲，公义上帝咱拯救咱的时阵，咱知影要安怎行公义，要安怎甲人和平做伙斗阵，要安怎去听人，而且要安怎去追求信实，就是伫生活中要追求信心。伫公义，伫圣经内底，保罗要甲提摩太讲的是甲伊讲，你竞选长老也是执事的时阵，你着爱甲人公平对待，袂当有家己的私欲，毋免有家己的情绪伫内底。所以我伫国中就学到即个公义的代志。才有一个嘛是一个短短的故事，伫一个瑞典有一个囡仔，伊15岁、15岁的时阵，就听到老师伫上课讲气候危机。伊听到老师讲气候危机了，伊就开始入去一个真长时间的悲伤甲痛苦内底。伊就开始，伊就因为安尼，伊就到目前为止哦，伊就已经甲世界侪国家去甲真侪所在演讲讲要安怎才会当来维护咱的地球。伊嘛伫2018年的时阵，伫联合国的会议中，世界的领导者发言，伊骂遐的领导者，甲因讲：恁所做的拢是为着家己，毋是真的为着这个世界。伊的演讲嘛开始互侪世界关心这个世界的全球暖化，开始关心咱的会当生存的地球。伊讲一句话：你无会因为你伤细汉，就无法度做改变，就是因为安尼，伊的所以伊做的细的这个细的代志，就改变了规个世界。信息，伫其他的圣经翻译做信德。伫遮所讲的，毋是得救的信心，是伫咱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拢爱去追求的信心。咱伫这个世界，咱亲像即摆疫情真严重，咱需要上帝予咱信心，去相信上帝会帮助咱度过这一切的难关。咱嘛爱有信心，知影去相信上帝医治咱的身体。当咱世界的价值观甲上帝圣经的价值观无共的时阵，咱嘛爱有信心来相信，其实圣经的价值观、圣经的话语是袂改变的，因为咱知影真理是袂变的。仁爱伫遮讲的，就是爱听人，就是听人的心。伫圣经讲，上帝就是听就互人完全。上帝嘛是听的源头。彼得后书嘛有讲，有了敬虔，你就爱阁有听兄弟姊妹的心；有听兄弟姊妹的心，你阁爱加上听正人的心。最近大家拢知影，公园教会有推行一个活动，叫做 RPG 复兴祷告小组。咱会当透过互相代祷，去体会上帝的听。嘛望讲大家会当继续为着咱的 RPG 祷告。最后一点，保罗咧讲和平，
和平是啥物意思？和平就是平安，就是甲兄弟姊妹斗阵，会当甲因和睦。耶稣嘛有讲，互人和睦的人，就是有福气。嘛，咱有时阵咧甲人传福音的时阵，有时阵会有甲人就是较因的想法甲咱的想法无共的时阵，咱就会甲因争论，对无？也毋过咱目的毋是去甲因争啥物，咱的目的是会当希望因的心会当回转，过转来上帝遮。所以咱的重要的目的是要甲因和好，甲因有和平、平安，甲因和平的关系。第四项要甲大家分享，咱若诚做一个尊贵的器具，贵重的器具，咱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啥物咧？伫面顶的经文中，透过保罗咧教示提摩太，咱知影安怎洁净家己，诚做圣洁，就是弃绝少年人的私欲，甲追求公义、信实、仁爱、甲和平。这拢是诚做贵重器具，互上帝使用的条件。伫顶礼拜日，我阁转到我迄阵信主的迄个谢伟营地，13年啊，已经13年了后，我阁转到迄个所在。即摆转去是去服侍，我真心感受到上帝迄阵呼召我，甲即马我会当参与伫即个服侍中，我心内真大的感动。原本的我感觉家己是一个无贵重的器具，也毋过即摆上帝互我知影，我是伊的贵重的器具。我甲共事，就是日本人，就是咱的学青，做伙去普里教会，有15个人，这营队有15个人，阮分做3组去普里教会，甲有大南教会，甲史努因教会。其中伫普里教会内底，伊有机会有南丰教会甲万大教会。阮伫遐内底做的代志，就是去献诗、去带歌。当我伫台顶咧带歌的时阵，我看到台骹的人只有2个人，伊的教会坐起来可能坐满差不多15个人尔，真细间的教会。也毋过我看到因虽然人少，也毋过因愿意拨时间来甲伫教会内底礼拜。因的礼拜时间是暗时啊，7点到8点，8点半。因为第2天迄个牧师爱阁去另外一间教会牧会，甲讲道，所以因的教会时间就是万大教会的时间就是伫暗时啊。所以来的人真少。虽然安尼，我看到因分别家己的时间，分别出来，互上帝使用，分别出来伫教会礼拜。所以这间教会人虽然少，也毋过上帝看因是真贵重的，上帝也是真介意这间教会。你有可能会是上帝分别出来老师，也是上帝分别出来的校长，鼓励学校长，也是长老，也是执事，也是会友。咱是互上帝分别出来的器具，也毋过只要你忠心、诚心去做上帝的工，你我拢是上帝所器重的器具。上帝就会互咱金银宝石的价值。咱是上帝使用的器具，原本咱拢只是普通的、无特别的器具尔。也毋过上帝看咱是贵重的，是配置伊大间厝内厝内的器具。是安尼是啥物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拯救咱的性命，是耶稣当咱回转，当到上帝的面前的时阵，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替咱死，咱就知影，咱就无搁再是罪人，咱无搁再是普通的器具，是互上帝分别出来的人。咱若分别出来，搁加上咱清起家己。追求仁爱、和平，这一切事，咱会当诚做是贵重的器具。就亲像提摩太伫后书讲的，人若清气
洁净家己，脱离卑贱的事，就要诚做贵重的器具，诚做圣洁，效主所用，备办做逐项的善事。最终金银宝石的目的是啥物呢？最终就是咱的目的，就是要效主所用的目的。这个目的是啥物？就是爱引带人来信主，为主见证。当马街来台湾的时，艋舺一群人拢甲反对，甚至是家己的厝拢烧去。也毋过马街无甲因辩论，颠倒伊靠着上帝的疼来为因挽喙齿，送因药水，互艋舺的人渐渐来接纳伊，而且来认捌耶稣。所以咱毋管咱是老师也是门徒，咧拄着甲咱的信仰无共的人的时阵，咱爱知影，咱爱互因知影一件代志，就是互因会当活转来上帝头前来信耶稣的关键，毋是咱活咬讲话，是上帝的怜悯甲上帝的疼。当咱咧为着福音当咱咧传达福音的时阵，咱的心内咧想的是啥物呢？是甲因辩论变甲赢吗？还是希望因的心会当转来甲上帝遐？有时阵伫教会内底，咱会想要甲人分享道理，也毋过咱的态度若毋对，若是想要去甲人批评，也是要去甲人教示，就是批评的话，咱的态度若是毋对的，咱有可能会互咱的身边的兄弟姊妹来跋倒。也毋过咱的态度若是希望伊的心转来回转甲上帝的面前，希望伊会当悔改，安尼咱的态度是对的，上帝嘛会透过圣神来帮助咱，透过咱来互伊的心倒转活过来。保罗是一个真有教示的宽平的人，也毋过伊教示咱爱温柔来对待每一个人。教示虽然真重要，也毋过互人的心转来甲上帝面前，佫较是咱应该爱去做的代志。愿咱的性命拢会当诚做是迄个贵重的器具，嘛会当有一个温柔的心去劝解遐一切需要相信上帝福音的人，会当会当来带人来信主。咱做伙阿头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来甲阮教示，知影讲，互阮知影讲，阮毋管阮是背景是啥物，只要阮会当来，只要上帝你看阮做金仔还是银仔，阮拢会当诚做贵重的器具。主上帝，阮已经分别出来，求你帮助阮，会当伫阮的生活中，搁较追求遐一切美善的事，搁较追求上帝你要阮诚侪的人的。诚侪的一个人，求上帝你帮助阮会当学习耶稣，学习遐一切好的代志，会当互阮的性命活出一个贵重的器具，会当相甲的一个人。求你保守看顾阮的生活，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的圣主名求，阿们。请人三甲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第543首。我爱学主的款词，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奉献的同工。是阮的天父上帝，管一切所有拢是对你所来的。愿甘心乐意献就阮的恩赐才能来服侍你，嘛献上阮的金钱，做你圣工的路用。愿你感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即时要来报告，感谢张敦亚新学生伫个本主日2堂礼拜中讲道。团契发展组伫个7月22到24，要伫个鹿谷教会举办礼拜，目前报名有16个，请主保守因出入平安。7楼副堂已经有买新的音响甲配备，所以也要感谢兄弟对即个音响的奉献，总务组甲敬拜团的参与，感谢主。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的关怀组做伙开始有一个 RPG 的事工，要结连实体甲线上，会当做伙有一个关怀的网络。目前小会、甲中级会，还有团契的小组、事工的团队，拢开始咧演练，请兄弟会当对即个事工来带导甲参与。第三季的主日的轮值表已经伫个1楼，请大家注意，并且会当提早准备。请牧师有要补充。这个7月暑假，咱有邀请咱的张敦亚神学生吼，较侪时间伫咱中间吼，因为暑假是较无即个课业的即个问题吼，所以呢，伊伫斗相共真侪咱的即个关怀小组的问题吼，事工以及呢办即个营业会吼，所以也伫暑假，伊若较侪时间伫遮，伊就咱较了解咱教会整个安尼的运作。8月吼，伊就开始有即个语言的课程吼，希腊文也是希伯来文吼，安尼，所以就去恢复拜6礼拜来吼，这段时间呢，较侪时间甲咱做伙啦吼，所以有特别讲到即个 RPG，即个 RPG 其实是一种的名词吼，安尼事工的名词。即个意念就是安尼啦，就是讲咱过去拢有小组，即小组呢，聚会时间拢安尼。现场聚会差不多1点外钟，后2点钟的吼安尼。即个疫情的关系，咱就较无法度讲就实体的做礼拜。即个疫情对咱影响真大。
所以虽然疫情慢慢咧过去，但是咱也看到讲，咱的教会来到做礼拜的人也无遐多。那即个袂讲因为疫情过去了后，就会恢复，无法度亲像过去安尼吼。所以即段期间呢，互咱即个做礼拜的一个态度甲形式有一个真大的改变。但是呢，若无法度来教会中间，咱就去吼。咱就去有当时咱若去探访的时阵，嘛会惊无所谓你最好莫来吼。我嘛是我朋友讲，敲电话就好莫来吼，即摆毋知有啥问题发生，毋知影吼。所以呢，伫即个中间，咱有即个网络有即个网络视讯，即个 RPG 基本上就是几个原则，就是讲，人数莫介济，5个以下。聚会时间一边差15分钟到30分钟就好，莫伤大负担。就真简单，会当一个接触，一个聚会读圣经，彼此的带导，安尼。那所以呢，伫这中间，总比咱无这接触的即个情形，即个 RPG， 咱有短暂一礼拜一遍，还是讲一礼拜几遍嘛无要紧吼。咱会当接触遮个人所以聚会嘛毋免较有真大压力。即个压力就是讲无时间的压力，无迄个地点的压力所以嘛无讲准备到偌请呀偌到非常丰盛的一个聚会内容安尼带领的小组长嘛感觉好有即种压力，所以这是真简单，咱安尼定期会当甲咱兄弟姊妹伫视讯的中间会当一个联合安尼吼。即个对咱开始小会开始，过来咱中一辈，过来遮团契会长。现在咱是青年中间嘛是拢开始进行这个事安尼吼，所以咱也准备心，互咱参与伫这中间，安尼咱就有当，无论伫个团契小组，你当透过这个 RPG，会当安尼接触安尼吼，所以这个演练的过程的中间呢，咱就互你讲，真简单吼，甚至因咧讲，你若咧煮饭的时候也无法度，煮饭的时候煮饭那 RPG 嘛无要紧，安尼，我来当安尼所以像阮即马若咧聚会时阵。通常拜一啦、拜二啦、拜四、拜五、拜我拢有 RPG， 手机放伫遐就坐伫遐，就透过耳机甲因讲话安尼你若讲无互因看到我嘛无要紧啦，声起来表示咱伫遐有相甲聚会联络。即个关怀中国就知影讲有一个彼此带导的代志，互因知影讲教会最近有啥物代志安尼所以这是咱现在要来推行这个代志啦有一个概念就是讲，慢慢即个教会的形态是微型教会。微型教的微型的，就是讲可能变做化整为零啦。像主耶稣基督讲的3-5个人自奉耶名组织，爱伫咱中间。这种的3-5个人的组织，伫过去的中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因无法度安尼真公开聚会，所以呢，表示讲这种聚会，这种形式。上帝是嘛，甲咱做相当做伙啦安尼所以这是咱要来推行这个代志就是讲配合这疫情的关系咱必要来做一个进行做一个彼此的一个关怀安尼咱七楼这个音响有买一寡这个监听入来所以即摆你若去七楼听的时候，这声听足清的真好听安尼所以咱的敬拜团伊嘛拢伫遐咧。聚会咧组织敬拜学了较侪诗歌听起来音量就加真好啦感谢咱兄弟姊妹对遮的奉献安尼迄个咱疫情慢慢过去当然咱兄弟姊妹若是感觉讲你对疫情较无遐大深的反应较惊吓邀请咱兄弟姊妹嘛转来咱礼拜堂来做礼拜安尼所以即马差不多若到拜六礼拜好安尼。所有这旅游的所在拢爆满，莫讲报复性啦差不多要订拢订无啦安尼咱有一个朋友咱有一个兄弟，伊要等于华联，伊讲我等于华联拢找无所在通住，若要订拢差不多爱2-3礼拜才订有。安尼，所以表示讲，咱佚佗咱都无惊吓做礼拜咱较毋免惊吓安尼来到上帝面前，相信上帝的保守啦有真侪人拢确诊确诊了嘛是咱真紧就过去安尼所以真像感冒共款所以咱会当倒来教会中间来做礼拜，兄弟姊妹3人做伙组织是真好的事。的确，若是讲真正无法度咱会当配合视讯，还是讲实体的礼拜嘛无要紧。你有时来参加咱的小组，参加团契，参加做礼拜。其他的时间咱会当用视讯短时间15分钟，读圣经祈祷彼此的安尼短分享关怀
这嘛是真好，安尼吼。感谢上帝，互咱伫即个特别的一个经历啦吼，伫即疫情嘛感谢上帝，伫即疫情中间，咱嘛有真好即种的视讯手机吼，即网络的组织，安尼咱会当突破即个空间即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吼。所以上帝祝福咱，互咱的教会伫疫情中间，嘛当真好才发展。请人来吟祝福册献的诗，圣诗第402首，恳求主离因带我脚步。吟诗煞，请牧师祝祷，请大家起立来吟。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疼探，圣神的相通，甲咱三党做伙，对答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入道。